新嘅一年祝大家馬上有升咁多嘅2026年嘅 DSE 啦嚇，叫做同埋學業進步，仲有身體健康。新年快樂啦，學業進步啦，希望大家事事順利，龍馬精神。個個攞 A，咁啊，我哋透過掉高啲就祝大家步步高升。係，祝大家財源廣進啊！我哋要考好個 DSE，等阿鄧父身體健康多啲。咁過完個年，見到都有啲人係會身體抱恙啦，咁希望大家都身體健康啦，個個都，咁大家都賺多啲錢啦，大家係咪先？希望全體師生都可以快樂啦，呢個係最重要嘅事。願望成真。